后来阁来是民进党团今仔日加急动员，本地是要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总调的人选。两位参选人郭建明甲蔡其昌参选的意愿拢真坚定，也毋过最后是采用推举的方式，是蔡其昌当选总调。 立法院新春团派院长韩国瑜一日入场，就先甲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握手致辞的时，嘛有去讲到伊。尤其看到柯总召变得慈眉善目，我心里就最高兴。以前都在骂我。我对议员有2个期许，第一个，我们希望朝委真正和解，我们能够当作行政部门的后盾。 这个愿望敢有包括总调这个位，敢会当顺利延续？因为这有可能是郭建明最后一摆以总调的身份参加立法院的新春团派。他对大家选举有信心？有讲好谁要投给你了吗？总调敢会当连任郭建明无假讲，连议场内底民进党的立委的气氛嘛无共款。敢若王美惠有甲郭建明简单的拜年，比较起来对手立委蔡其昌边啊为未少人。 昨天气氛还好吗？很好，我跟他一直都很好。据了解，郭建明甲蔡其昌正日日港的中道已经见过面，伫现任的干部张嘉宾、陈培如的见证下进行协调，不过两人拢有承担的意愿，协商的结果并不乐观。本来是以无记名的方式要投票，尾手改用推荐的方式由蔡其昌占。 谢谢总召的成全。未来柯总召，我们如果遇到一些重大的这个挑战或者一些疑难杂症，柯总召都是我们最好的顾问了。总召还会出现立院吗？拜拜。另外，党团的干部嘛出炉啊，干事长是曾瑞雄，书记长是范云。因为郭建明无做总调，那呢蔡其昌要安怎领导民进党团对抗在野党，这外界真关心。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